MSIG 係香港首間一般保險公司推出網上索償系統，以支援所有保險類別索償申請。我哋獲獎嘅依時網上索償系統係一個安全嘅數碼平台，設有先進保安功能，保護客人嘅個人資料，讓客戶透過任何網絡或者流動裝置填寫網上表格，上載索償文件、照片以及影片，然後提交，無需再填寫紙本表格以及郵寄俾我哋。依時網上索償系統方便易用，24小時全天候提供服務，只需3個簡單步驟，15分鐘即可完成網上索償申請。以下我哋將參考陳先生嘅案例，而了解使用依時網上索償系統申請旅遊保險索償嘅運作。呢個運作適用於所有其他保險類別嘅索償申請。陳先生去新加坡公幹，不幸喺旅程中跌倒受傷入院。回程嘅時候又因為颱風，航班延誤6小時，佢就以上事故申請旅遊保險索償。陳先生可以前往 MSIG 網頁 msig.com.hk， 點擊右上角嘅 Easy Claims 按鈕，進入依時網上索償系統主頁，然後選擇旅遊類別。開始索償之前，請閱讀索償小貼士，當中列出咗申請索償需要準備嘅基本資料或者文件，以及喺每一個索償情況需要準備嘅補充資料。按開始索償就會進入索償表格。首先填寫保單資料，輸入保單號碼嘅頭8位數字，點擊 I 符號，會顯示保單號碼樣本，然後選擇保單發出地，以及輸入聯絡資料，選擇你係咪保單持有人或者受保人。你可以點擊 I 符號查看保單持有人嘅定義。保單持有人為購買保單嘅人士，如果你嘅保單屬於家庭計劃，而你係其中一名家庭成員，請選擇是。跟住輸入姓名、性別、手提電話、電郵地址，以及選擇同 MSIG 嘅聯絡方式，可以選擇電郵或者郵件。你將會喺提交索償之後收到確認短信以及電郵。如果選擇郵件，請填寫詳細地址，完成後可按下一步。填寫索償人詳細資料，請選擇你係以個人身份或者公司身份提出索償。如果係個人身份，亦係保單持有人或者受保人，可點選呢一格。我哋將複製你嘅聯絡資料喺下方，然後輸入身份證號碼或者護照號碼。如多過一位索償人，可按增加索償人，並填寫資料。如果係公司身份，請填寫公司名字。選擇索償類別，可選擇多於一個索償類別。就陳先生嘅情況，佢需要申請醫療費用以及行程延誤索償，請點選呢兩格。喺月曆選擇旅行期間，填寫醫療費用嘅有關資料。由於陳先生跌倒並需要住院治療，所以應該選擇受傷。然後填寫事件發生日期、事件發生地點，以及詳述事件發生嘅經過，並喺受保人有沒有在海外接受住院治療嘅問題選擇是。從月曆選取住院嘅期間，然後輸入所有診症記錄，包括診症日期以及索償金額。如果有多過一個診症，可按增加診症。
然後填寫行程延誤嘅資料，包括航班編號。根據旅行行程填寫出發城市或者機場、原定出發日期、確實到達日期，以及選擇延誤嘅原因。如有衍生嘅額外消費，例如交通或者住宿費用，亦可填寫。最後，回答會否因為呢個事故而作出或者將會作出任何其他保險索償申請。然後按下一步，跟住填寫銀行戶口詳情。戶口持有人姓名必須同保單持有人或者受保人相同。從選單中選擇銀行名稱以及號碼，然後輸入戶口資料。索償人需輸入分行號碼以及戶口號碼。如未能找出分行號碼，可點擊 I 符號查看分行號碼提示，或者將整組銀行號碼填寫喺戶口號碼方格內，然後上載銀行戶口資料文件，例如銀行卡或者存摺等，可拖曳上載文件，或者按上載選擇文件。完成後按下一步，上載相關文件，包括顯示以香港為目的地嘅出發以及返回日期嘅行程表以及機票。如多於一名索償人，提供同索償人嘅關係證明，例如結婚證書或者出世紙。醫療收據、登機證、航班延誤證明文件以及其他相關文件。如你需要時間準備文件，可以按儲存草稿，然後輸入電郵地址以及設立密碼。我哋會傳送一個連結去你嘅電郵。當你準備所需文件之後，可以隨時隨地按呢個連結，輸入你嘅電郵地址以及密碼，返回已儲存嘅索償表格。喺左方嘅進度列會詳細顯示填寫進度，已完成嘅步驟會以綠色剔號表示，未完成嘅步驟會以紅色感嘆號表示，讓你一目了然，以及隨時返回未完成嘅步驟繼續填寫。如果你喺填寫表格期間有任何疑問，可以按常見問題，我哋列出有關申請索償、索償人資料、賠付資料、上傳文件以及與你索償類別相關嘅常見問題。當你完成填寫所有步驟以及上載文件之後，我哋會提供預覽，讓你復檢索償表格。如所有資料正確，按下一步。閱讀所有聲明、條款以及細則，以及個人資料收集聲明，點選方格以表示同意，然後按提交。完成提交，畫面會顯示你嘅參考編號 ，MSIG 將會盡快與你聯繫，你亦會同時收到確認短信以及電郵。你可以透過確認電郵上嘅連結，或者喺 MSIG 網頁嘅導覽列選擇快速連結，進入查詢索償進度頁面，輸入索償號碼或者參考編號，以及手提電話號碼或者保單持有人姓名進行認證，就可以即時查閱索償進度詳情。如你對提交索償或者使用依時網上索償系統有任何疑問，可以致電我哋嘅賠償服務熱線852-2894-0660。喺 MSIG 網頁查詢頁面提交索償查詢，我哋十分樂意為你服務。